路的人着行倒转，牢记咱的志悲。天高故乡，满满烟灯，谁人会到彼个？真是繁华欠比人多，一户的人拢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第6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丰盛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再次给我们新的一天。在一天的开始，我们用读你的话来做今天的开始。愿你的话能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此时祈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有智慧的领受，使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在开始之前，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第4章来看见撒母耳这个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征战，那他们想要用约柜来获胜，但是我们发现本来战死4000，但约柜来了之后却战死3万。那虽然胜败在乎耶和华，但是在这背后，到底上帝要这场战争的胜利或失败背后的意义或是公义更加的重要。那以利也早早知道上帝要来管教，要来惩罚收拾他的2个儿子，但是他却没有料到约柜被掳，以至于当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往后一跌，折断颈项而死。那也在98岁的高龄当中，担任了以色列的士师，长达有40年之久。所以以利40年，扫罗40年，大卫40年，所罗门40年，好，那还加上中间的撒母耳，所以这段时间可以相对来说是以色列人相当安定的时期。那在以利的儿子这个菲尼哈的太太要生产的时候，那他所说了一句话：荣耀离开以色列了。那这个菲尼哈，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民数记25章的2个菲尼哈都是祭司，但是一个是平安之约民数记的菲尼哈，好，那他有一个祭邪的心，但是撒母耳记上的菲尼哈却是一个屡劝不听顽梗悖逆的心。那这也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的主题，就是我们之前有读过的2章第2章30节，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登山宝训也说，先知和律法道理的总纲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对人，你们愿意人家怎么样对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对人了。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础的道理。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5章，就是约柜被掳之后，那他的所遭遇的事情。那有人认为说，那这约柜它既然是我们读完第5章会发现，那这是约柜从出埃及记被打造出来之后，那一直到现在最神奇的一刻。好，那因为后面在撒母耳记还有提到关于乌撒去扶约柜的事件。好，那约柜怎么可能轻易的被掳，或是这些外邦人非利士人他们怎么可能可以去触碰约柜？好，那关于细节部分，虽然撒母耳记上没有提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章当中好来看见约柜的一个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我们可以去思想当初这一群的祭司他们要守在约柜，甚至连小小撒母耳要睡在约柜的旁边，其实都是一个高度危险或是一个卖命的事情。好，那我们先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第5章的1到5节。
非利士人掳获上帝的约柜以后，从以便以谢把它抬到雅斯图城，抬进他们的大衮神庙里，放在大衮神像的旁边。第二天清早，雅斯图人看见大衮神像面朝地，倒在上主约柜前面，他们把它抬起来，放回原处。隔日清晨，他们起来的时候，又看见那神像倒在约柜前面。这一次，他的头和双臂都折断了，跌在门口，只剩下身子。因此，直到今天，大衮神的祭司和所有在雅斯图的信徒都跨过大衮神庙的门槛，不敢踏上去。那当非利士人在以便以谢2次打赢了以色列人，那他们就把上帝的约柜来掳去啊。那掳去之后呢，就把它抬到了亚实突城。好，那非利士人有5个城，那这5个城，那就是不管是圣经当中或是历史史书上面都记载得非常清楚啊。那分别就是亚实突，还有加特，还有以革伦，还有亚实基伦，还有加萨。那这5个城也是在非利士人他们所占领巴勒斯坦沿海地区，好，那他们可能长期就打下来地方。那虽然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非利士人就已经来到了迦南地或是巴勒斯坦，好，那但是根据历史的调查，大概最晚在主前1200年，就是主前的12世纪。那非利士人就建造了这5个城。那也从这个地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约柜本来是在示罗的地方，那它被以色列人抬到了以便以谢，为了和在亚弗的非利士人来征战。那当约柜被掳走，被以色列人被打败之后，约柜它就被掳，那一路从以便以谢，那就去到了亚实突，也是我们今天在第5章那第1节的地方。到了亚实突，非利士人就把他们带进了大衮庙。那这大衮呢，是一个管理五谷和菜蔬的农业神，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大衮呢，它是一个鱼神。那所以一个是管农业的，一个是管鱼的。2个是非常不一样的，那造型也会不一样。好，认为是鱼神的，它就没有脚，它就长得有点像人鱼的样子。那农业神呢，有的就认为这是所有这个神明的始祖，好，甚至把它看得更早。那但是这个，所以它就是巴力的父亲，因为巴力他也掌管这个丰收，掌管雨水哦。那这个神大衮神在主前2000年的米索波大米，那也是大概是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那所以非利士人应该是搬到巴勒斯坦以后，那才接纳了这个农业神。那如果是鱼神的话呢，可能就是跟着非利士人从这个从这个克里特岛，那一路漂洋过海来到了巴勒斯坦。那在当时的人认为战争的得胜就是2国之间的守护神的征战，背后神明的征战，得胜的那一方就表示那一方的神明大过另外一方的神明，所以他们把约柜就是象征耶和华，那抬入大衮的庙，意思就是要耶和华臣服，降服在大衮的征服当中。那这个大衮神呢，其实在这个士师记，就是参孙的时候，那参孙他也曾经被非利士人掳去，那他最后呢，在这个参孙在这个神庙当中，抱着这个柱子，然后把这个非利士人一起同归于尽了，那也是来3000个男女啊，有3000个男女，那也是在这个大衮的神庙当中，那这个参孙和这个非利士人是同归于尽了。那所以
这个是另外就是说把约柜拿到大衮的面前，好，让大衮高高的，好，约柜低低的，好，那就让这个约柜降服，好，在这个大衮之前。但是经文说，次日第3节，亚实突人清早起来，看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而且大衮还是脸伏于地，就是整个脸呢，好，是朝下。意思好像有点，而且是伏在约柜前，变成大衮在向约柜来敬拜，所以这些非利士人就扶起大衮，把他放回原处，所以在这边撒母耳记记载得很清楚，就大衮倒下来，但是他并没有被破坏。好，那第4节又在次日，就是隔日清晨，他们起来。看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不仅是脸伏于地，而且连大衮的头还有2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躯干。所以这个画面呢，就是是这个大衮倒下来，不仅是倒在地上，可能还因为倒在门槛上，以至于这个大衮神的头也断了，手也断了，好，那甚至就是就是被斩首，那所以这个对这个敬拜大衮的非利士人来讲，是一个相当让他们惊骇让他们害怕的事情。好，那在台湾921地震或是日本地震，曾经都有巨大的佛像倒下来，以至于断头的这个事件。好，那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应该要知道说，这个神明都自身难保，好，那神明自己头都断了，救不了自己，他怎么能够保护众人、保护人民？但也有这样的拜这些神明的信徒，就是说，这个神明呢，为了救他们，所以自己断了自己的头，来救回更多的性命。所以真的是这些的各样的解释都是人在说，好，人怎么说，人就怎么相信。好，那但是在这里呢，不用人说，也不用人去解释。那这个大衮被斩首，大衮的双手呢被斩断。那而且是伏在约柜前伏在约柜前，所以这是没有办法再去穿凿附会，或是再去加油添醋，为大衮多说。所以第5节也讲到说，因此大衮的祭司还有所有进大衮庙的人，他们从此不再踏亚实突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因为断在那个门槛上面，上面可能就是那个对他们来讲，那个门槛可能比约柜还让他们害怕。好，那但是在台湾的民间宗教的习俗当中，也有进庙门，或是说过去的这个家里面的家庙，或是家里面的这个房子里面有这个3合院的、4合院的有门槛的，也都有这样的教导，就是要跨过去，不能踩上去，不能踏在上面了，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早在撒母耳记上就已经记载这个事件，但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回溯到撒母耳记大衮神非利士人，甚至是4000年前就活跃的非利士人，他们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传说。好，那我们继续来请丰盛长带我们读第6节到第9节。上主重重地惩罚亚实突和四周地区的人民，使他们陷于恐怖中，都长了毒疮。他们看见这情形，就说：以色列的上帝在大大地惩罚我们和我们的大衮神了。我们不能再把约柜留在这里。因此，他们派人去请非利士的5个首领来，问他们：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呢？他们回答：把他带到加特去。于是民众就把约柜运到那里。但是约柜到了那里，上主也惩罚那城，引起很大的恐慌。上帝使全城所有的人都长毒疮，老的少的都一样。那在旧约的74译本就是
希腊文的旧约。那有在第6节这边有加一句话，就是上帝耶和华使老鼠危害充满了船，还有充满了全地，使他们恐惧啊。所以在旧约的翻译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的这些学者，那不晓得是他们听的还是他们所翻译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有这一句话，就是他们我们现在读到是说上帝重重的惩罚，和本是耶和华的手重重击打。好，那这个击打呢，可能跟老鼠有关系。好，那这老鼠呢，可能是搭了船来的，就是从海外那也是传来的这个鼠疫。那这个鼠疫呢，使全地不仅在非利士人，甚至非利士人的地区，那甚至从亚实图开始到亚实图周围的人，那和本是说长痔疮，现代中译本翻毒疮，那它的原文是肿瘤。好，那这肿瘤呢，那不一定是指我们今天听到肿瘤都会想到癌症啊，那这个肿瘤可能是跟淋巴的疾病有关哦。那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会变成是一个大型大规模的疾病，好，那可能是传染病，好，那也可能是绝症，是不治之病。那第7节亚实突人他们看见了这情况，好，那么他就发现大事不妙，因为大滚神，他们大滚神被断头断手，好，那倒在地上，这下连修复都有困难，甚至呢，连他们住在那地的神明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连人都遭殃，人都生了毒疮、肿瘤，淋巴都生病，所以他们知道是以色列神的约柜，他的手重重击打我们，还有击打我们的神明大滚，所以这下他们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解释，不能再用其他的理由来搪塞，所以他们就只能够赶快要把这个神明送走。所以第8节他们就派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领袖来聚集，那就讨论说我们像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么样做呢？所以他们就讨论在这个亚实图的领袖说我们就把神明运到加特去吧。好，所以他们就把神的约柜运到加特。那所以这个约柜呢，从以便以谢本来在示罗被带到以便以谢，以便以谢被带到亚实图，现在亚实图被带到加特。那这个加特呢，虽然是约柜第一次来，但是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第6章的时候呢，那约柜有住在俄别以东家3个月的时间，就是大卫要迎接约柜乌撒的事件，让约柜又回去，那就是在俄别以东，俄别以东就在加特，所以到大卫时代这个加特可能变成是大卫收复或是征服的地方。好，那第9节约柜运到了加特，但是上主也惩罚，甚至呢还加剧，所以引起很大的恐慌，使那城人非常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啊。所以亚实图的人还有亚实图周围人都长了这个毒疮，现在呢来到了加特，连小朋友都长毒疮。那所以我们继续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第10节到12节。于是他们把约柜送到非利士另外一个城以格伦去。约柜到达的时候，那里的人都叫起来，他们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来，要把我们全都害死了。因此他们再去请所有非利士的首领来，对他们说，把以色列的约柜送回他原来的地方吧，这样他就不会害死我们和我们的人民，全城慌乱，因为上帝重重地惩罚他们，即使是那些没有死的人也满身长毒疮，大家向他们的神明呼喊求救。以上。好，谢谢。那所以他们从这个加特呢又要继续亚实图来到加特，加特要再继续送到下一个城以格伦，但是他们
到达的时候，好，这时候以革伦已经听到这些的风声，说你们怎么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把约柜送来？所以他们就呼喊，好，那这个呼喊可以说，好，就是非常绝望的喊叫，好，说他们把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抬来，要把我们全都害死。好，所以这下上帝约柜自己动工，约柜自己会发生，好，约柜自己在外邦人的面前，好，就来显出上帝的能力和同在，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极不祥好的一个征兆，所以他们就赶紧说把这些在以革伦的非利士众首领袖都请来，说请你们把以色列的神的约柜怎么样送回去原处哦，就是送回去，要么就送回去以便以谢，不然就打听这个约柜从哪里来的，如果是从示罗就送回去示罗，要把它请回，所以免得害死我和我们的百姓，所以他们知道这下这个约柜是不好惹的，那因为上帝的手重重的攻击那城了，所以那城呢一样都长满了，就算没有死的人也长满也满身长毒疮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约柜只有来到了非利士人，但是呢这个约柜所到之处呢，那城里面的人就越来越没有平安，那到后来他们非常的恐慌，甚至12节说没有死的人都受痔疮折磨，城里的哀声上达于天了，那就是他们向他们的神明呢来呼喊求救啊。好，那今天这段经文，好，让我们看见约柜，好，他在以色列人的战役是失败的，但是在灵界，好，在神明界，好，那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呢，上帝是得胜的。好，那上帝的得胜，他不用一兵一卒，他也不用派人，也不用说话，也不用发声，上帝只有静静的、默默的，那什么都不动。那其他的神明就自己就倒在约柜的面前，甚至约柜被送到任何的地方，那约柜都显出他自己的应该要显出的作为。那对于这个约柜的这个传闻，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实在是太大，所以引起众人读圣经的人对约柜的好奇和兴趣，就是说关于这约柜居然这么有能力，那为什么后来约柜到哪里去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呢，在这一趟出去，好，那么继续的明天继续读下去，就会知道这约柜呢，是在基列耶琳，在亚比拿达，就是乌撒的爸爸的家中呢，其实停留了一段时间，好，那这里写20年，但是可能不止20年了。因为中间扫罗作王的40年呢，从来没有见过约柜，也没有去迎接约柜，那一直又到大卫作王的期间，所以这段期间呢，可以说是相当的长，相当的长。但是约柜呢被迎接回来呢，是在这个所罗门大卫迎接圣殿，但是所罗门建完圣殿之后，那才把这个约柜呢安置在圣殿。但是这个约柜一直停留到圣殿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虽然在以色列跟犹大王国时期，那好几次遭受到不管是亚兰人、亚述人、巴比伦人，那他们的入侵或是攻打，甚至连圣殿曾经都被洗劫过。但是在历代志下的35章，约西亚做王的时候，那还有看见约柜还在圣殿，就是约西亚他奋发图强改革的时候，那圣约柜还在。但是约柜不见的时候，那至少就是这个国家被灭亡，耶路撒冷被拆毁的时候，那这约柜已经是被掳走或是被藏起来，那藏到哪里去？有人认为藏在以色列人之地，有人认为被掳到了示巴，有的人被示巴就是伊索匹亚，有人认为是被掳到了埃及。
有人认为被带到了不同的地方去有各样的传说。那但是在耶利米书的第3章第16节，昨天晚上祷告会嘉硕长老在分享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经节。耶利米书3章16节就是当这个以色列国家快要被灭的时候，那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这样子预言说，我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赏赐给你们，他要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16节，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的时候，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牧者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这个牧者呢，那我们知道他就是这个受膏者，是弥赛亚。那所以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已经成就，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以知识和智慧在牧养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不再提说约柜，第二个不再追想约柜，第三不再纪念约柜，第四也不觉得有缺少的约柜，最后也不再制造约柜所以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不再用约柜旧约的约柜来象征上帝的同在。那所以这也是上帝清清楚楚的作为。那耶利米书3章16节有记载约柜将要感觉是要被封闭起来。到希伯来书的第9章第4节，那也在提到这个约柜的事情希伯来书第9章第4节是这样子说，这里是讲到天上的圣所，那讲到这个天上的献祭就是耶稣基督的献祭呢，他已经取代了地上的献祭，成为天上的献祭，而且是永远的献祭所以呢，约柜里面有的不论是酸玛纳的金冠，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摩西的2块的约板那这一些呢，约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照着施恩座。那这个约柜呢，也是在新约再次被提到但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的第9章知道这基督呢，他已经成为了大祭司，已经取代了旧约所有的献祭，而这个祭物呢，基督也已经到天上，所以他的献祭是在天上那最后提到约柜呢，是在启示录的11章19节。那在圣经最后提到的启示录的约柜呢，11章19节是在7个印7号在吹第7号的时候呢，说于是神天上的圣所开了，在他的圣所中，他的约柜出现了，随后有闪电响声、雷轰、地震和大冰雹。所以这约柜呢，其实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要来到了启示录到末世，那这约柜才会再出现。所以现在的人哪里说约柜在哪里看见，约柜在哪里出土，约柜在哪里发现，那其实呢，如果按照圣经如果真的发现，那也不是是代表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代表这个7个印7个号7个碗呢这些的审判都一一要来到。所以非利士人他们已经提早来预先去尝到这样的滋味，也提早了去经历到在这个末世末后他们这个哀求、死亡的恐惧，还有这个疾病的折磨那他们的哀声呢不断的发出。那但是对我们有一个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坚固的坚固的屏障的时候，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完全的平安了。好，那今天我们这个短短的经文，我们看见非利士人他们在上一章他们说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成为希伯来人的奴仆。那他们虽然打赢了战争但是呢，他们掳走了约柜，结果是连续灾难的开始。那明天会继续看他们怎么样送回约柜。那也看见约柜他自己会征战，约柜不需要人，虽然约柜
每次都需要有祭司来扛台，需要用那个合欢木，然后要有那个金环，那手不能去碰触。但是呢，约柜他自己会征战，也就是上帝的征战，也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上帝的事情，而是上帝他自己会有所作为。那地上没看见约柜呢，在上帝的子民当中是能够安定人心呢。从出埃及记的25章，约柜被启示、被打造开始，一直到现在的撒母耳记上，那约柜呢，它也象征着神的同在。那也是上帝的施恩座，那也是上帝的会幕在人间，就是上帝从天上来到地上与人同在，那也就是所谓的以马内利。但是呢，在不信的人或不认识的人，在没有知识智慧人当中呢，却成为灾病，成为恐慌，成为死亡，成为绝望。所以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可以使人得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罪得赦免，能够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但是也使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受死，等待那个死亡的审判呢。所以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再一次从约柜圣经当中的约柜旧约当中，也让我们明白新约，也能够更加明白神永恒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赏赐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赎。约柜从早期的挪亚方舟，到后来摩西所打造出来的约柜，一直到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打破自己的身体，成为一艘方舟，成为一个约柜，也成为永远救赎的记号。主，我们都能够进入在这方舟里面，也能够进入到这约柜当中，进入到这新的约当中，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警醒，也要来持守，也要来预备，也要来继续的迎接。求你帮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专注在上帝你的旨意，也专注在上帝你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昼夜思想，能够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让我们能够按时候来结出果子。愿上帝你的话语成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我们每一天的玛纳，也成为摩西手中的石板，更成为那亚伦发芽的杖，让我们的你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丰盛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大家平安。谢谢牧谢谢师，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